过2礼拜外就要过年啊！迎接好年的到来，台南大碗巴特别推出虎虎生风新春福袋，要来回馈消费者，也则保证每一个福袋拢有超过1000块以上的价值。而且这次的新春福袋，佫加了双重的抽奖，除了第一重的基本奖以外，佫会当额外参加第2重的好运奖，有机会抽到5万块的商品券、iPhone 手机啊、戴森吸尘器等超级好礼。虎年即将到来，那台南大运百在这次虎年特别推出了虎虎生风新春福袋的活动因这个疫情的部分，所以说我们这次全部采取预购预购时间是从元月的1月15号到2月1号下午的1点为止那整个部分的话，我们这次推出的是2重送的活动你只要凭500元馆内500元的发票，再加上 Happy 购卡及1000元的现金就可以来购买这样一个福袋，限量800份。那2重送的部分是怎么送呢？第1重的话，我们会有基本奖基本奖的部分会有筋膜枪、调理锅、耳温枪等等4选1的活动。另外，我们搭配馆内的餐厅还有香格里拉推出的抵用券每份福袋的价值都在1000块以上是非常的超值。那第2重部分的话有机会来抽中我们价值5万块以上的礼券，另外还有包含这个 iPad 10，还有一个 iPhone 13，还有那个吸尘器等等。除了这好康，台南大碗巴伫大年初1到初7，特别结合台南土城正统罗里明圣母庙、北山尾罗里门天后宫、北港武德宫、台南蓝天府、台湾府新丰庙、全台四殿大天后宫、开基玉皇宫等7间的庙宇，推出祈福好礼，让消费者凭发票来换取。我们这个活动呢，我们邀请到北上尾入我们的天后的妈祖娘娘来跟我们祈福，所以说我们的消费者不仅买到了好康，而且又把夫妻带回家是多一举数得。台南大碗巴过年期间，为初1就开门营业，而且每一天拢有特别规划游戏，让消费者参加。伫户外也搭建了娱乐场，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做伙来行春。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